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最招人妒忌星座 Top 3。第1名天秤座，第2名天蠍座，第3名處女座。第1名天秤座，招人妒忌指數98分。天秤總係好容易就得人哋中意，氣質出眾又識得拿捏分寸，唔使爭都可以得到好好嘅結果，越自然就越令人覺得唔公平。佢總係好似毫不費力咁，但係就贏得人哋嘅青睞，完美到啲人好難攞佢嚟做比較，所以好容易就引嚟妒忌啦。第2名天蠍座，招人妒忌指數96分。天蠍沉着又神秘，總係可以達到自己想要嘅結果。佢哋實力強大，但極少誇讚自己，越安靜就越令人有壓力，嗰種專注力真係叫人難以超越。佢哋贏得太過自然，反而更容易惹人妒忌，而人哋最估佢哋唔到嘅地方，正正就係佢哋嘅魅力所在啦。第3名處女座，招人妒忌指數90分。處女完美又自律，做乜都要做到最好。佢哋低調但有原則，做事效率高到令人佩服。當人哋仲喺度諗緊解決辦法嘅時候，佢早就已經完成晒所有細節，努力得太穩太實在，令人覺得好難超越。唔知你又有冇妒忌嘅人呢？快啲留言話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